多谢辉良，这个中央航空今年4月份就200地勤人员，昨个宣布讲要扩大定材，试用期起薪3万元，连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、甲日本大阪成田、甲福冈机场，嘛来台湾要找地勤的人员。航发会伊表示讲，台湾国内这个航空公司找人，加上国外机场需要这个中文的人才，认讲台湾的员工情绪管理较好，加上呢表现真好，所以讲拢来抢人。 在机场内底看到深绿色的制服，就知影因是中型的员工。想要同款穿这次制服，即卖有新的机会。中央航空宣布要搁招募100个地勤，试用期1个月薪水3万元起跳，正式任用可以当升到3万8，无限考核，只要你的英语有够练等。到现在，其实客运量已经恢复到80%，再加上各航空公司，无论是华航、华信跟长荣，都是各个班机新的班机。 都陆续交机，薪资都坐落在3万6到4万左右，其实都是比疫情前的薪资都还有增加。 最强的造景，美术是行入室内的树拿。新加坡樟宜机场伫咧全世界机场的排名定定排头前，即摆伊嘛来台湾找地勤。1个月薪水大概是新台票5万7，佮提供往回机票甲大的所在。日本地勤欠工的问题嘛变成是航空公司调度的难题。即摆日本大阪、成田也有福冈嘛来台湾找人。今年的薪水大概是300万的日本钱，佮提供大的所在也有机票，就是为着要抢。 会晓讲中文的人才，台湾的这个客服还有这种亲切度，都是比一般的国外的还来得高，而且就刻苦耐劳度也是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台湾，到那边担任地勤。台湾人就是爱日本，这个多次旅游到日本都不厌倦，所以如果说在机场的地勤的话，设置会中文的台湾的地勤人员去工作的话，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利多。 台湾的员工备受肯定，和国内航空公司找员工也得爱参国外机场来拼输赢，看卖呀，敢有法度将人才留伫台湾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